先同澳門聯影區所有同事講個早晨就嘛，所有同事早晨，早晨。聽講話咧，澳門嘅同事咧係特別熱情嘅，我真係今日真係完全地感受到 ，OK 係嘛？感謝你，我請問我係撳呢種我係撳邊個掣？呢個好多掣喎。哦，呢個真係我得呢個 OK， 試下先 OK。我知道你哋係好熱情嘅一群嚟嘅，係嘛？有幾多朋友現場咧？其實你係之前係聽過我嘅分享啊，有認識過我嘅，聽過嘅。你走啊？阿張力失你一個啫，係咪？OK，得你個，OK。有幾多同事你係認識咗我超過5年㗎？都有。哦，都有。認識我超過10年咧？都有。你邊有咁大啊？喂，你有邊有啊？我睇你都做咗1-2年嘅啫喎，你都係啱好。有幾多同事你認識咗我超過15年啊？有冇啊？應該冇啊。應該冇啊，係咪？係嘛？接近係呢樣啊。OK， 我同你應該識咗15年啦。OK， 我係 Derek，OK， 大家好。OK， 我叫 Derek Lau， 中文名叫做劉正圖。國語好啲定係廣東話好啲啊？即係你想聽廣東話係嘛 ？OK， 唔使轉台啊。你仲聽得明啊？你仲聽得明啊？好。頭先李太佢呢個佢廣東話好好喎，係啊，佢話自己唔識講，但係佢講得好好啊。OK， anyway，OK， 咁我叫 Derek，OK，Derek Lau。咁如果你係今日第一次認識我，第一次聽我分享話咧，恭喜你，因為咧證明你係新同事加入。OK， 如果好似前排有幾位同事你認識咗我經已有幾年時間咧，證明呢個行業你都好 experience 啦，係嘛？有好豐富經驗啦。咁啊，譬如我見到咧有啲我哋啲公子啊，有啲女啊都喺度喎，係嘛？阿 Michelle 我識佢嘅時候佢咁矮嘅喎，好似係喎，係嘛？我咁矮誇啲 OK， 我識嘅時候佢經驗好高㗎 OK， 咁 Andy 啦 Brian 啦係嘛 OK， 我識好多年啦 OK。Anyway OK， 今日同大家一齊嚟呢度咧，我覺得係一個傾下偈啦。亦都同大家一齊分享啦 ，OK， 咁亦都將我過去一啲嘅經驗嘅有啲擺咗落去，同時間又將有啲咧係新嘅一啲嘅思維咧，我同時間都擺咗落去。不如我哋嚟料好嘛 ？OK， 如果 ready， 我俾掌聲開始好唔好 ？OK，come on。今日我嘅 topic 叫做我哋嘅大時代 ，OK， 算唔算而家我哋係喺大時代當中啊？有幾多同事你都係大時代而家係？啲收啲單好大嘅，而家都好勁嘅。有啲同事你覺得而家係屬於大時代，請舉手好嘛 ？OK， 好，有部分舉手。有部分我見到個樣有少少諗緊啊，點為之大時代咧？係嘛？思考緊啊？點樣啊？大單嘅時代啊 OK， 係嘅。而家都好多大單嘅，真係好多大單。OK， 我知道你哋好多啦，係嘛？喺個 AI 嘅世界亦都好多喎。咁有幾多咧？我試下記一記啦 ，OK， 咁啊喺我哋大概1-2個月前咧，整個家族嘅會議當中啦嚇，當時咧有啲單咧係可以係5年，總共佢俾$500萬，OK， 咁即係1年咧$100萬，咁個客戶咧仲要係full pay 曬，呢一次過咧俾差唔多接近1000萬，咁啊如果計個 FIC commission 咧，可能差唔多咧係200-300萬 FIC 係嘛？咁而呢啲嘅單咧，我知道好多。有啲我知道發生喺呢個區域身上，係嘛？有啲喺全個 AI 嘅身上。喺公司上半年咧，我哋嗰次應該係大概係7月1號啊，7月2號啊 ，OK。咁啊嗰次我哋喺總監嘅會議啦 ，OK。咁啊當時咧我喺 Grand Hyatt， 咁我去到會場嘅時候咧，啲同事咧，啲總監聚埋一齊咧，係通常都問一個問題嘅，就係問你嗰個月啊，啱啱之前嗰個月份啊，5月或者6月，你哋有冇100% 增長？當時係好多嘅區域咧，都係有100% 增長。OK， 我絕對覺得而家係一個屬於係而家呢個年代超級大時代。OK， 如果你 ready 嘅話，我哋一齊睇睇呢個時代，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好嘛 ？OK， 有一本書咧係叫做《Atomic Habits》，有冇聽過啊？有啊，原子習慣。OK， 你係聽過定係睇過？睇埋係嘛？呢本書入邊咧，佢講一樣嘢啫。佢講就話希望咧，今日我能夠做到嘅。係咩啊？佢話：如果你能夠每一日咧，你能夠幫自己進步5%啫，你不斷累積之後咧，你將會好強勁，一個超強超大嘅增長。所以今日咧，我呢個分享大概可能1個鐘或者多少少啦。OK， 我知道下半場我哋仲有一個係管理層嘅分享。OK， 今日如果你能夠咧有2-3個 idea 袋住咧，幫到手咧就得㗎啦。OK， 我希望能夠做到呢個 Atomic Habits。睇啦喎！而家生意好唔好做啊？好似麻麻地啊！
有啲同事覺得而家整體個經濟環境咧，澳門好、香港好啦、大陸好啦，經濟好似麻麻地啊。如果你都認同嘅，請舉手嘛。都幾多，我見到都幾多。OK， 有冇知唔知道呢間啊？喺澳門有冇㗎？冇啊嘛。但係大班西餅有冇聽過啊？有聽過係嘛？有冇邊個冇聽過大班西餅啊？如果冇聽過，你好年輕啊應該啊，係啦，應該有聽過嘅。呢間又好出名嘅喎。OK， 知唔知佢出名在咩啊？冰皮月餅。哎呀，你真係叻啊！真係 OK。冰皮月餅係由大班西餅發明嘅。知唔知佢？嗱，以下呢個問題，我估你哋都未必知㗎啦。知唔知大班西餅點解叫做大班西餅？嗱，真係唔知啊。OK， 如果你知嘅話咧，就同我一樣，你有做嗰啲資料搜集嘅。OK， 大班西餅咧，佢哋喺當時喺80-90年代嘅時候咧，佢當時咧佢創立啊。OK， 咁當時咧，咁佢哋咧就當時係 serve 一啲西餅俾咩人食咧？係俾大班啊。知唔知咩叫大班啊？係啊，你真係叻啊！你咩年代咩都知喎。我睇你明明咁後生啊 Janice 咩？你咩都知，你條條都答到喎。喂，係嘛？大班咧喺廣東話入邊咧，即係啲有錢人啦，係嘛？喺我前邊有一個大班着紅色衫企喺度嘅咧，咪就係大班咯。係嗱，嗰就叫大班啦。你見到佢就知咩叫大班㗎啦。OK， 咁當時咧呢個西餅佢真係 serve 一啲大班有錢人，因為嗰個年代西餅咧唔係個個都有錢食嘅。OK， 咁啊後來啦，去到大概差唔多我諗00年度啦，就佢哋發明咗啦，係真係發明咗，就係呢個冰皮月餅，咁啊賣到咧好勁。咁啊後尾咧，頭先話咧呢個新聞咧好新嘅喎，大概係1個月前到左右，可能都唔夠啊嚇，最近啫就見到啦，好大一字即係咩啊？全線結業。OK， 咁啊後邊有細字喎，受到好多難以預計並且不可抗拒嘅衝擊。OK。都唔係好知係咩嚟，即係等於咩咧？我諗佢內心交集啊，佢都解釋唔到，一言難盡。咁有一篇嘅報道咧係咁樣講嘅，咁佢就話咧點解會執笠啊？因為原來佢話生意來源單一，冰皮月餅佔咗佢哋嘅盈利80%。大家知唔知道月餅其實有幾多種類？有幾多？有幾多？你覺得有幾多？噏個數字會幾大跨啲？噏個數字聽下，你哋認為多幾多 ？How many？ Come on！ 有人話10，有人話幾十。OK， 幾十咁多？有冇啊？鰻魚月餅有嗬？離晒譜嘅，唔知咩嚟㗎？我聽過嗰啲咩北京填鴨月餅嗰啲拗晒頭啲咩嚟？黐線，食死人用得諗啫，咩嚟㗎？幾十種啊，誇下啲。不過咧，我嚟之前咧，我做一啲 research， 睇下冰皮，睇下月餅有幾多種類，睇佢點解會執笠。咁你知道知己知彼，你明白？人哋贏嘅贏什麼，輸嘅輸什麼嘛，係嘛？咁原來咧有幾多種咧？月餅咧輕咧，呢度我見到咧已經有10種唔同嘅月餅，包括咗咩棗泥啊、流心啊、芋頭酥啊、蛋黃啊、冰淇淋月餅啊。芋泥啊、綠豆啊、蓮蓉啊、鳳梨酥啊，係嘛？跟住你話點止咁少啊 Derek 係嘛 ？OK， 點止10種啊？又好似真係唔止喎，係嘛？哇！如果你再仔細分啊，由左上角可以睇起，上海月餅、潮州月餅，跟住咩啊？海南月餅、黑糖月餅、寧波月餅，噏到出即係聽朝噏未噏完就，總之多啦。咁啊唔怪得知啦，係嘛？原來佢單一嘅生意，咦 ？OK， 似乎佢喺個大時代當中，特別呢個 moment 係嘛？好似冇轉型。如果淨係靠月餅一朝揾食，佔咗80%生意，坦白講句，唔執有鬼啦，係嘛？有另外一個都係做賣月餅啊、賣西餅啊、賣麵包起家嘅。OK， 睇下呢個品牌你識唔識？估唔估到呢個咩品牌？聖安娜，哇！點解你又知嘅？啱，呢個係咩嚟㗎？我想問，我問哥哥先。請問你點解知呢個聖安娜？睇 YouTube。我以為你話我買過咁樣，OK係嘛？喂，請問呢個係咩嚟㗎？呢個係我想問嚇。三餸飯，三餸飯關聖安娜咩事？關咩事？嗱，好正喎！嗱，如果你未諗晏晝食咩咧，你可以諗一諗下，因為有時選套餐 A、B、C 㗎，係啦，
嗱，記住啊，你去茶餐廳嗌嘢食，記得要講英文㗎。記住，千祈唔好講中文，要講 A 餐、B 餐同 C 餐。係啦，一定要講中文，一定要講英文㗎。哇，原來咧，你望一望，哇，搞菜咩雜菜、粉絲、泡菜、炒飯、烤牛肉、辣豬肉、炸雞塊、南瓜煎餅、煎餃子，豈有此理！話睇完之後，我心諗關聖安拿賣西餅咩事？係嘛？點解話？頭先我聽到有個 term 叫咩啊？轉型係嘛？化解係嘛？梗係啦！呢個世界食腦啊嘛，啱唔啱啊？唔食腦死咕咕，得一招，除非你個招好勁，叫獨陽咩啊一陽指係嘛？係咁解咯，即係呢個世界。咁會點啊？因為好簡單，一句講晒，食飯係必需品，西餅麵包唔係必需品。OK， 你賣嗰個產品係咪一個必需品？如果今日我哋出去，雖然我哋下半部分先至講一啲 leadership 嘅嘢 ，OK？ 你今日面對一個有興趣加入呢個行業嘅人考慮當中 ，OK？ 佢做緊其他行業嘅，你試問佢，佢嗰樣做緊嘢嘅嘢係咪必需品 ？OK？ 如果唔係必需品，可能好危險。OK？ 知唔知呢個咩嚟啊？米芝蓮，米芝蓮係咩嚟㗎？想問，米芝蓮係咩嚟㗎？嚇？呔？你識揸車㗎？真係咩？因為我都係揸車㗎嘛。OK， 你有用米芝蓮嘅車胎嘅咩？又真係㗎？米芝蓮有另一樣更加出名嘅應該，啲靚女冇理由講車胎㗎。評級評咩級？美食評級，你答乜都知係嘛 ？OK， 米芝蓮梗係啦，係人都知話俾你聽，米芝蓮係美食評級，多個人知道米芝蓮做車胎嘅。OK， 但係米芝蓮。佢真係做車胎起家。問題嚟啦，你答到呢條問題，有現金獎5嚿水。聽清楚啦喎，聽清楚啦喎。OK， 點解米芝蓮佢無端端賣車胎搞下，會變咗做賣美食指南咧？你知道答案嗰個，你咁都仲舉手，我掟你出街㗎啦。我哋俾個靚仔先，佢舉手先嘅。OK， 你答到嘅話咧。睇你有冇機會攞5嚿水啊！答錯咗，你俾翻5嚿水我。因為米芝蓮佢本身係做車胎㗎嘛，咁佢就想賣多啲車胎，咁佢就出咗一本美食指南，即係都係叫米芝蓮啊，咁就去話俾啲人聽啊，邊度有啲好嘅嘢食，咁就可以行多啲路，咁佢胎咧磨損得多啲就換多啲胎咯。哇！請問你點稱呼？Eric 係。啊，你真係呢答問題咁鬼叻嘅，好啦，俾你問下算數攞嘅啦。OK， 掌聲 Eric， 全中，叻仔。喂，你咪有睇我個 Marketing Guru 第2集啊？點解你會答到嘅？喂，你真係知係嘛？因為我都用佢啲胎喎。啊 ，OK， 米芝蓮 OK。而家咧頭先我話啦，多數人咧認識佢咧係因為咧就係米芝蓮嗰種美食指南啦，係嘛？評分係嘛？1星2廚，2星大廚係嘛？3星係咪 ？OK， 曾經喺幾十年前，米芝蓮係賣車胎嘅。咁當時喺美國啦，佢哋咁點咧？咁啊，因為你知道啦，地大物博係嘛？哇，揸車咁啊，好揾唔到嘢食嘅喎，大佬係嘛？想揾個 coffee shop 都冇嘅喎。咁於是乎，佢哋就做咗一本咧唔使錢嘅一本書仔。咁個書仔就話俾你聽咧，就嗱你咁樣嘅唔使驚啊！嗱，張大師喺前邊咧，你揸多幾多公里咧，就有間 coffee shop 噶啦。你再揸多幾多咧，跟住咧就有間咧就係食漢堡包噶啦。OK， 咁啊開頭免費嘅，整下之後咧，越整越專業，就唔單止咧就同你講，佢咧就揸幾耐有啦，甚至乎咧不如咁啦，評分啊，睇個款 Maggie 都中意食嘢噶啦，係嘛 OK 係嘛？咁於是乎咧評埋分啊，呢度1星，呢度2星，呢度最勁係3星添 OK。整下之後，越整越專業 ，OK， 整到發展到今日 ，OK， 或者今日我哋大家認識嘅米芝蓮。今日頭先我話佢今日啲人認識米芝蓮，我諗好少人係知道佢係做車胎起家，甚至乎可能你聽落去米芝蓮車胎關米芝蓮星星咁咩事啊？你盡情愚弄我吧，係嘛？盡情愚弄我吧，我自行回家沒有係嘛 OK？你今日你聽聖安娜係嘛？
黐線㗎！你賣西餅賣西餅啦，你整咩兩餸飯啊？你咪盡情笑咯，盡情娛樂我吧。但係唔緊要嘅，冇錯，當凡親有一樣嘢出現嘅時候，本來啲人都唔知㗎啦，係嘛？所以你唔好睇小。如果聖安娜佢今次佢能夠轉型成功 ，OK， 我都好戥佢開心，係嘛？大班西餅就因為佢冇轉型成功，就死咗喺嗰度。OK， 所以頭先我話有陣時啲嘢好難講。到今時今日，佢哋最好賣嘅其實佢今時今日佢哋唔係賣車胎，佢今時今日已經係全世界係百幾個國家入邊啲人一揀啊，我想去邊間餐廳揾好嘢食，就係揾米芝蓮。所以有陣時啲嘢係好奇怪嘅。後來出現嗰樣嘢，可能佢更勝佢本來做開嘅主要業務。有冇睇到位啊？有冇睇過？有啊，係嘛 ？OK。頭先話經濟唔好喎，好似係啊，經濟唔好，餐廳執笠喎，嗰啲 gym 啊執笠喎，有冇聽到啊？香港係啊，香港好多餐廳而家搞唔掂啊！而家我早2日，真係2日啫。咁啊嗰日咧我就我有個上海朋友咧。我有幾個小朋友，就喺幾日前咧就嚟咗，咁因為其中一個咧就星期5就到啦，咁啊我啊接待佢啦，咁啊我同佢咧就喺帶佢西營盤咧，一路咪打卡嘅啲人係嘛，喺度咪望海啊睇日落咁樣噶嘛係咪？跟住咧我就同佢去咗咧有一間咧茶餐廳，咁啊帶佢品嚐下咧香港啲嘢咧西多士啦，當時係5點正。我同我朋友一入到去嗰間茶餐廳，跟住有一個叔叔，咩事？好大佬，咁你估佢同我講咩啊？你估啊？嗱，今次我唔會再俾錢，我發覺咧真係，我開始發覺你哋真係好離譜，問咩色？開始我唔喺度，佢喝住我，你估佢同我講咩啊？收爐係嘛？好彩唔俾錢啫，大佬，真嘅5點鐘喎。佢同我我哋刪咗咯，我刪咗冇5點鐘啫喎咁樣，我想唔係嘛？咁離譜？佢係我見過而家最早閂係嘅餐廳，我唔理你做乜鬼嘢，你明白？5點鐘就唔做啦。我大概幾個月前有一次喺天后，咁啊見完個客夜媽媽，咁啊跟住啊肚餓啦喎，當時候係夜晚8點鐘，咁啊肚餓，入去一間食牛腩河嘅，我又係咁入去嘅時候，又係有個阿姐就喝住，咁樣，佢同我講又係收咗啦。嗱，所以咧，下次如果你哋有啲內地客戶咧嚟香港咧，佢哋好歧視我哋，放心唔係嘅，佢哋唔係歧視內地人，佢哋歧視所有人嘅，OK 係啦，OK 係啦嚇，即係我嗰個朋友同我係啊，的士司機咧佢就好冇禮貌啊，因為我講國語，你咁諗就唔啱啦，你唔好有個人嘅主觀國家情緒裏邊 ，OK 啊，我哋講廣東話都歧視嘅，係啦，所以佢唔係歧視講國語，佢係歧視所有人嘅 ，OK 係啦。而家餐廳好正啊，唔使做啊，係嘛 ？OK 5點就閂門，8點閂門。餐廳唔好生意，點解啊？因為佢哋話冇客啊，冇人入嚟啊，係嘛？冇人入嚟，咁我又要開門，要燈油火蠟，係嘛？咁我咪蝕埋咯，係嘛？一個循環咯，越唔開門越冇生意，越冇生意越唔開門 ，OK？所以而家市道好差。頭先話啲 gym 執笠，聖安娜唔係聖安娜未執，大班執嘅啫，我哋冇嘴人哋，嘴咒人哋，係嘛？餐廳又執笠，搞唔掂。但係有套戲。呢套戲幾勁喎，有冇睇啊 ？OK， 好多人睇唔止一次添喎，係嘛？係懶啊，佢講廣東話係嘛？呢套戲總共收幾多錢啊？7700萬票房，知唔知乜嘢7700萬票房係一個咩單位？有冇睇過以下呢一套戲？呢套戲舊年嘅啫喎，係嘛？好好睇喎，係咪 ？Top Gun 第2集係嘛 ？OK。揾咗一個唔會老嘅一個男人嚟做係嘛 ？OK 唔會老㗎，好離譜嘅人 OK 佢而家仲靚仔過幾廿年前，呢度有離晒譜嘅 OK。聽講第3集拍緊喎，第3集有 Top Gun 喎係嘛 ？OK 呢套戲嗱頭先嗰度咧，飯戲攻心收咗7000幾萬係咪？我哋用佢嚟做一個 reference 好嘛，對比好嘛，咁你先知道幾多錢喎？呢度收咗幾多錢啊？收咗1億，咁知唔知道7000萬係咩單位㗎？而家知道喎。咁有冇睇呢套啊？九龍城寨係嘛？九龍城寨知唔知收幾多錢票房？
總共收咗1.1億，仲勁過 Top Gun。問你怕未？好，睇埋呢度，毒舌大狀，勁係嘛？知唔知收幾錢票房？超過億係嘛？收咗1.2億，哇！玩晒戰鬥機都收億啫喎，你明白？係咯，唔玩戰鬥機都收1.2億喎。1.2億係一個咩單位？咁我話俾你聽，係咩單位？有冇睇過呢套戲？有啊，係嘛？睇咗幾次添係嘛？係咪係嘛？Avengers 第3集係嘛？第3集當時票房勁過爆炸，總共收幾多錢？總共收咗1.53億，勁啊！不過有一套戲仲勁，港產片嚟，港產片嚟。呢套係香港歷史以嚟最高票房，仲勁過1.53億，因為佢總共係收咗1.57億。又話冇得做，又話市道唔好，係嘛？又話電影業死晒。知唔知道香港？我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嚟今日嘅分享，認真嘅。所有嘅內容全部係特製，係為咗今日嘅。有冇掌聲歡呼聲先？多謝你，多謝你，感謝。香港曾經佢最勁嘅時候，一年大概會拍300套電影。而家大概一年拍50套電影，冇咗5/6，得翻1/6。OK， 有冇幾誇張啊？但係頭先我話，咁又話唔好嘅。市道又話好差，咁又收得勁過 Avengers， 勁過 Top Gun， 收咗5幾億係嘛？點解咁犀利啊？連續幾套都過億喎，係咪？咁即係乜嘢嘢啊？即係話以下呢一句説話：小時代一樣有人跑贏。OK， 啱唔啱？同樣地，下一句仲精彩。OK， 小時代所以點啊？要多做啦，多諗啦，多跑啦。係嘛？喂，大佬，你下下都5點閂門，8點鐘就叫我唔好入去，點搞啊？係嘛？而家咧，我好怕咧，有啲內地朋友嚟香港咧，佢問我以下呢個問題，就問我阿 Derek， 我想問咧，夜晚咧，如果我即係飲完酒想去食宵夜，邊度食啊？我想瀨嘢，哇！呢個問題又大佬啫，去邊度食宵夜啊？嚟我屋企咪，得我屋企有宵夜食嘅啫。OK， 我揾唔到其他地方有宵夜食喎。有嘅，唔係真係冇啊，都有嘅，冇咁誇張，不過好少咯，好少啦。啊，OK，咁啊，香港有一間新光啊，喺橋底嗰度嘅 ，OK， 開到4點鐘。咁啊，我朋友嗰個上海朋友，佢嗰日佢同我講，Derek， 咁佢2點鐘問我喎，我咪答佢咯。佢去到嘅時候，佢話：哎呀，閂咗啦咁樣。我話連新光都幫你唔到啊咁樣。佢話係啊，佢話於是乎去咗隔離咧，就係食拉麵咯，啊一蘭咯，一蘭就開足24小時咯。OK， 少之又少。啊，以下第二個問題仲難答。阿 Derek， 我想問咧，食完晚飯之後咧，如果我想去飲嘢咧，邊度飲啊？飲嘢邊度飲啊？哇！咪都係嚟我屋企咯。我唯有而家做得嚟我屋企咁樣。喂，邊度飲嘢啊？咁佢嗰次我咪同嗰個客戶講咯。我話佢當時佢星期三問我嘅。咁啊，我話咁啊，你去蘭桂坊咯。去過啦。那昨天晚上他們沒有開啊。哦，咁啊，我真係幫你唔到㗎啦。OK， 去啊，真係答唔到。咪星期五好啲嘅，星期5、6日，星期5、6啦好啲咯。但係如果平日星期3、4咧，有時都幾難搞。點解啊？咪好多老闆咪就係因為覺得冇咯，佢覺得冇就係冇㗎啦。咁咪唔做咯，唔跑咯，唔諗咯。OK， 話點解冇咯？開間鋪頭，燈油火蠟請個伙計凍2個喺度，係咪？跟住哇，我要俾人工，咁於是咪唔做咯，唔做咪刪咯，越刪咪越冇咯。所以小時代。頭先話好多人跑輸 ，OK？ 小時代都有方法跑贏嘅啫，就係多做、多跑、多想。同時之間，大時代一樣有人跑輸，唔係個跑贏 ，OK？ 所以個重點，我覺得唔係個時代大定係少，我諗唔係呢個。時代大嘅當然好啲，係咪？當然我哋順水推舟，係嘛？有風又點啊？拉個帆，係嘛？使盡嚟 ，OK？能夠可以啲嘢順暢啲，
小時代嘅時候唔係唔得，不過要俾啲心機。所以咩年代我哋自己決定 ，OK？ 係你認為嗰係咩時代？呢個先係最重要。唔會有一個年代特別入嚟特別容易做。頭先多謝你派兩位話女同事，我都好唔好意思係嘛？要同事過嚟碼頭2部車接載我哋，仲要係兩位都係女孩子係嘛？多謝 Gloria， 多謝李太，好感謝你哋。OK， Gloria 頭先問我David 你做咗幾多年啊？咁樣 OK， 佢第一個問題就問我你做咗幾多年？我話我做咗22年。OK， 係啦，我第一份工。OK， 冇轉過公司，冇轉過行業。OK， 就係大學畢業翻到嚟香港之後，第一份工作就係加入 AI， 一路到而家22年。22年我入行嘅時候係03年，當時香港好差㗎嗰個環境，因為沙士。OK， 當時咧我哋冇辦法派保單嘅，點解咧？因為你第一次見嗰個客嘅時候咧，同第二次見佢嘅時候咧，你唔認得佢嘅，係啦。即係佢第一次佢蒙咗面出嚟咁樣，跟住第二次可能佢冇蒙面啊，原來你啊，原來咁嘅樣咁樣嘅，即係當時你唔認得佢哋嘅。當時我喺03年嘅時候加入，當時個市道係非常之差。當時我同自己講正，點解啊？正在乜嘢啊？正在喺最差嘅環境加入，而家經濟最差啦，稍為好少少就會好啊，冇得再差啦。即係當你係0嘅時候，咁你仲點會再輸咧？所以我話正啊！咁我同我自己講喎，如果咧早我幾年入嚟嗰啲先係慘啦，佢哋曾經好好，而家咧就唔好係嘛？佢哋要調節啦，我正啊，我唔使調節嘅，我入到嚟本來就唔好噶啦，正。所以一個時代好與壞，有得做定冇得做，係 depends on 你本人決定。你認為係差就係差，你認為係唔差就唔差。所以口紅效應有冇聽過？有咩嚟嘅？又想屈我500蚊？邊個都有嘅？頭先邊個講啊？由你。因為經濟唔好嘅時候，啲人就會有好多小錢就會經常去買口紅，所以呢個叫口紅效。我啲同事咁叻，佢搞唔掂嘅真係，係嘛？哇！大佬你真係啲同事咁鬼勁，都問乜鬼嘢都識答嘅喂 ，OK。口紅效應係一個經濟嘅效應啦，一個 theory 啦，呢個理論啦。佢就話當經濟唔好嘅時候咧，咁人都會買嘢噶嘛，都會消費噶嘛，係嘛？人係本身係天生中意買嘢㗎 ，OK。不過佢唔會買啲好貴嘅嘢，佢會買啲比較平嘅嘢 ，OK。咁相對平嘅嘢乜嘢啊？就係唇膏、口紅 ，OK。所以凡親經濟唔好嘅時候咧，唇膏特別好賣 ，OK。多謝你OK。所以口紅效應就説明咗，原來就算唔好環境一樣有生意做㗎。有一種人我係唔會請佢嘅。陣再講呢個先。我形容而家呢個我唔知係咩時代，我形容係叫做超白熱化嘅大時代。點解咁講啊？大時代梗㗎啦。我一開始嘅時候我話喂，幾大嘅單都有見過，係嘛？問下老闆就知啦，係咪？真係咧，我嗰次咧，我哋早2個月係嘛？咁我話阿 Shirley 有個飯局想邀請 Shirley 一齊嚟，跟住佢好唔好意思Larry 對唔住啊嗱，真係嚟唔到，冇辦法，真係嚟唔到，因為嗰日咧即係要簽張單仔啊，冇辦法啦，我真係要出去簽咁樣。咁跟住咧，咁啊過咗個零禮拜之後，喺公司有個場合，我見到佢啊，阿 Shirley 你又唔啱啦，你嗰日你簽張單仔你又唔嚟咁 OK？By the way，你簽到幾大啫咁樣？你簽到幾大啊？好似？佢哋知你講30萬美金，係30萬美金嗰張單係嘛？好嘢，好犀利，好犀利。30萬美金嗰張單係嘛？請問 FIC commission 幾多？FIC 60幾啦 ，OK。係啊，佢話真係唔好意思啊，張單仔啫，梗係路過唔到嚟咁樣。收3萬美金，你見到而家好多係嘛咁樣嘅單係嘛 OK， 所以而家我認為係大時代，但係點解我話係超白熱化大時代？同樣地，而家我哋嘅競爭好多 ，OK， 我哋對手好多。我喺我入行嘅時候，當時03年，當時我哋係小時代 ，OK， 嗰陣時候咧倒翻轉啦，我哋係要點啊？我哋要瘋狂地要 sell 自己，點解啊？要解釋俾人哋聽。財務策劃 financial planning 係啲咩嚟嘅？
解釋俾你聽，其實 AIA 係做啲咩㗎？要解釋俾你聽，其實 AI 係有基金買㗎，唔係淨係保險㗎。解釋俾你聽，而家入嚟嘅人咧，質素好高㗎。OK， 基本上全部大學生嚟㗎，要花好多唇舌去解釋。當時係小時代，大時代而家係人都知道入嚟財富管理。而家我哋都唔係叫 financial planning 係嘛？AIA 由我入行嘅時候6000人，去到依家2萬人。大家都知道，哇！而家入嚟嘅人質素好高，好特別喺近呢2-3年，好多係高才、優才係嘛？佢哋本身哇喺清大、北大畢業，有好多200幾萬年薪或以上，係咪？我知道李總都有，哇！以前都我哋成個髮型傾過偈係嘛？以前都係啲喺央視嘅主播啊，啲好叻嘅人才加入咗呢個行業，所以而家絕對係一個大時代，不過係一個超白熱化嘅大時代。客戶佢哋唔再求鬼期買嘢，就算內地客戶講求關係，但係佢哋關係只係最 minimum。以前可能純靠關係已經搞掂，但係依家唔係，依家關係以上再多做多想多跑。OK， 你啲問題你答唔到佢，你可以翻屋企，你等消息啦，係嘛？翻去等消息即係冇消息啦，係咪？細個見工就知啦，係嘛 ？OK。而家全部係咁樣做噶啦，即係話已經唔再係單一嘅一樣嘢啦。你面對嘅對手好多，好多銀行嘅、private bank 嘅 ，OK， 佢哋會出嚟係嘛，甚至乎中介嘅 ，OK， 所以而家係一個極度白熱化嘅時代。頭先我話而家你時候做啲乜嘢啊？對嘅時候做對的事咯。咁即係點啊？我哋冇入錯行業㗎，不過要做啱嘢，做啱嘢。OK， 做多啲嘢，同時間唔好嘅時間，你要做額外意想不到嘅嘢。嗰日我鼓勵個同事，佢話我有個客戶，佢喺東莞 ，OK 咁我話東莞咁近1個鐘係嘛？我鼓勵佢買喺樓下揾間靚嘅蛋撻鋪，買一打蛋撻上去見個客戶，真㗎唔係講笑。絕招嚟嘅，千里送鵝毛係嘛？下一句咩？物輕情意重係嘛？蛋撻唔係蛋撻，係咪？你個客戶，你同佢講係啊，我路過啊，我冇嘢，我本來我有個客戶 A， 就今日要見嘅，見完佢，我就知道阿咩總理啊喺呢度嘅，我不如告埋嚟啦，啱啱買咗啲蛋撻，一齊食下啦。呢招我話俾你聽，係 close 到好多生意，識到好多 referral。你要喺呢個行業嗰度，今時今日你要揾到錢食腦啊！嗰樣嘢唔一定要好貴，唔係叫你買啲咩金銀珠寶，我哋唔需要。OK， 不過客戶佢哋係要多少少嘢，多少少嘢。有3樣嘢客戶必定會買，記住呢3樣嘢，你咩嘢都可以唔影，呢一張你一定要影。OK。如果你要影嘅話，盡可能唔好擺上網 ，OK， 係啦，唔好俾幾多人知道 ，OK， 如果可以嘅，加埋我落去，不過盡量影得靚仔啲，係啦。每次咧啲同事好好啊，佢哋咧會影完之後咧，佢哋 send 翻啲相俾我噶嘛。每次咧嗰啲相咧硬係嗰啲，次次我黑埋佢眼，就係通常冇一張用到嘅你係 OK， 所以盡可能唔好影我啱啱歪個嘴啊，啱啱黑埋眼啊嗰啲 OK 啦 ，OK，anyway。客戶會因為我後邊呢3個原因而買單嘅。第一，盛情難卻，讀晒先好嘛，再解釋好嘛。跟住點石成金，最後解決痛點。先講解決痛點先啦，最容易解釋啦，係嘛？客戶佢買，因為你做嘅嘢解決到痛點咯。佢有個需要咯。原來個客戶佢好想嚟香港。因為點解啊？擔心一啲政策改變係嘛？擔心入邊嘅風險，擔心入邊可能而家一啲嘅法規係嘛？等等，想平衡嗰個乜嘢係嘛？想將錢擺喺度。有啲客戶佢想嚟香港攞個身份攞戶籍係嘛？將來送小朋友嚟香港讀書因為在內地讀書很遠的 OK， 所以想送個小朋友嚟香港，或者將來想送小朋友去外國讀書。我去英國、去美國，現在還小，對不對？我要準備一筆錢給他們，對不對？呢個係解決痛點。咁其餘2個係乜嘢啊？中間一個
叫點石成金。OK， 點石成金係客戶佢會想投放佢買嗰樣嘢，係因為佢覺得同你買能夠點石成金。佢覺得你並唔係普通嘅人，唔係平凡，佢覺得你係不凡。今日平凡唔緊要，佢覺得呢隻股票會升。OK， 佢睇到未來，所以你同佢講 business prospect， 我希望你能夠支持我，希望如果你反正你都做，希望你能夠透過我去俾呢個服務你，因為呢一隻股票，我想話俾你聽，你一定唔會買錯。OK， 你夠膽講呢番説話，客戶佢就係靜咗呆咗望住你，呢個就叫點石成金 prospect， 希望你支持我。OK， 特別係對於如果你係新同事，經驗唔夠嘅同事，你一定要學識點石成金。你就係要話俾嗰個客戶聽，你呢一票冇買錯。OK， 要支持你。當然你亦都要因為客戶佢對你嘅支持，你要俾心機做。頭先我同 Gloria 講，我話喺呢20年以嚟，有好多高同低都見過，亦都出現過喺你身上。OK， 但係每一關難關難過關關過。點解啊？因為我好清楚，你喺第二個行業，唔通你冇難關咩？唔通第二個行業就一帆風順？講出嚟唔 make sense 啊，係嘛？有邊個行業你一帆風順？冇可能。咁預期你不斷喺度揾尋尋覓覓，咁點解唔喺呢一個行業？大家都已經共知咗佢有幾大嘅發展，幾大 potential。點解唔喺呢度解決個問題？所以頭先我話點石成金，盛情難卻係點啊？客戶佢唔好意思唔買啊！你明白？佢真係唔好意思，你咁都得嘅，你明白？唉，好啦，點都買啲啊，點都支持啲啦。你要有心入邊有個底氣，買嗰個產品買咗之後，最後尾邊個幫邊個都唔知，係嘛？今日可能佢喺呢度買，我哋有一個嘅業績，但係同時間請你相信自己，最後尾幫到嘅唔係你，係佢。呢3個原因一定會買。偏偏有一種人我係唔會請，邊種人？就係大班咯，就係茶餐廳咯。我有一個喺銀行入邊咧，我認識嘅朋友，佢2、3個月前佢主動透過 LinkedIn 佢揾到我，佢話 Derek 我想同你見個面 ，OK， 我好啊 ，OK， 出嚟之後跟住佢話我想加入你個行業，因為我有一個客戶佢好有錢啊，用唔知幾多億做單位 ，OK， 咁跟住咧就佢好信任我。佢應該會買啲單嘅喺 AI。如果我過嚟的話 ，OK， 所以我想見你 ，OK。見咗2、3次之後，每一次佢都係提問以下呢個問題。但係我點解都唔過嚟咧？因為我諗緊咧就係呢個客咁啊，係咯，咁做完之後冇噶咯喎 ，OK。我得呢個客嘅啫喎 ，OK。咁啊跟住咁啊，我等佢呢個客啦。咁但係呢客佢一路都唔 commit，又唔應承我。同埋仲有，本來我諗住咧係1000萬1年嘅保費，而家咧佢話咧。係5年加埋100萬，5年加埋100萬美金，即係大概咧個呢張單咧幾廿萬嘅啫。佢話同我本來想象中咧，哇10倍喎爭。佢話我想我都係諗下，我都係唔過。我心裏面諗緊，唔使你唔過，係我唔請你，你返屋企等消息啊。喂，點解啊？喂，大佬啊，你都黐線㗎！得一個客戶咩？大佬係嘛？全香港有700萬人，全中國有10幾人，係嘛？我哋就係出邊去找客戶噶嘛，啱啱？咩叫揾生意啊？因為生意揾嘅咯，係嘛？點解揾生意啊？你冇聽過係生意自己揾你噶？一定要揾生意啊嘛，揾客啊嘛，唔係話出現啊嘛，係揾客，所以從來只會聽到係揾客，係咪？唔係個客揾你，每一日第一撳鐘，叮當請問呢度係咪姓劉？咩係我係咩事啊？哦冇，我真係買單嘅咁樣。你黐線嘅，你黐線嘅都，我做咗20年都未試過叮當唔該，喂唔好意思打攪你一陣啊，我想買張兜快嘅就唔好意思係咪？你黐線嘅，大佬啊，
我到今時今日仲依然喺我喺度揾緊生意，揾緊機會。星期六我搞咗個船河 ，OK， 就是出海啦。我禮拜六，因為就是有幾個在上海認識的朋友，他們過來，就是我們出海了，一起玩。有一個是我客戶，有另外一個就是她也是一個媽媽，30多歲，她現在來香港這邊讀那個研究生。OK， 然後我們在出海的時候，我們在講，然後他說他發現他的好的同學都是超有錢的，OK， 然後呢，他們也是全部是內地人過來這邊讀書，然後留在這邊去工作，去拿那個身份。跟住佢同我講，哇，佢話老細，之後我哋可以搞多啲船河 ，OK， 哇，可以將呢批朋友仔全部都一齊 recruit 晒。我話啱，因為我哋而家要諗計噶嘛，因為知唔知道咧？在國內，大部分的朋友他們都是沒有機會出海的，因為大部分都是內地的、內陸的，對不對？好像上海他們沒有海的，他們上一次禮拜六的時候，他們過來，他們非常開心，因為從來沒有機會出海。然後我們白天，我們5點鐘我們出發，我們在西環那邊看那個日落，看完之後我們吃海鮮，然後走的時候我們是晚上8、9點鐘。夜晚坐船好 feel， 跟住哇，覺得嚟好正啊！我話係啊，我話真係好正啊，係嘛？如果想做生意，真係需要諗方法，係嘛？諗多方法，諗多計仔。咁嗰次佢哋帶埋有啲其他朋友嚟嚇，因為咁樣慢慢又拓展呢個生意。知唔知呢個咩嚟啊？柯達啦係嘛？柯達相機啊係嘛？有冇見過呢個啊？知咩嚟噶？菲林啊，係嘛？嘅，哇！你啊 Shelly 真係啊，知啊？啊有冇邊個唔知啊？啊？哦係嘛 ？OK， 膠卷啊，係咪？有冇邊個唔知啊？相機啊？有邊個你一出世就發覺我真係冇見過啲咩嚟㗎？一出世已經用數碼相機係嘛？OK， 曾經你知唔知道柯達係佔咗全個相機市場1/3，全世界呢間公司大到離晒譜，真係啊！大執咗啦，柯達梗係執咗咯，倒閉啦，即係沒有啦。點解啊？因為咩啊？因為數碼係嘛？因為數碼相機出現係嘛？好，我想問你以下呢個問題，你答啱咗。阿 Shelly， 既然佢咁樣講，500啦，我500啦。你知唔知呢間公司？知唔知道邊一間公司發明數碼相機嘅？答啱咗500蚊。即答啊！快啲啊！邊間公司？咁你識答嘅話，真係好嘢啊！舉手啊！我啱佢失眼要有冇失眼要？喂，佳能唔啱。嗱，俾咗最後一次。嗱，我見到係你嘅，對唔住，又係你。好，你大聲講出嚟。富士錯。哎呀！好啦，我太想送錢出去啦，我俾多最後一次機會，最後啊，真係最後啊 ，last。Sonic 都錯 ，sorry。正確答案。柯達俾邊一間公司推出數碼相機去對冧嘅咧？就係柯達。想唔想知道背後故事係點樣啊？邊一間公司發明數碼相機？原來就係柯達。吹脹。當時係佢哋發明啊！佢哋發明咗數碼相機，跟住佢發覺。唔好意思，我真係想要以下呢一句先表達到當時柯達嗰班 CEO 嘅心情啊！佢發明咗下邊有個部門發明咗數碼相機，柯達嗰個 CEO 仆街啦，OK 係啦，唔係佢一定要我真係咁樣先表達到佢當時 CEO 嘅心情。佢發覺哇糟糕了，係啦，嗱係咪爭佢氣勢爭啲啊？氣勢係啊！我都話你講呢個就表達唔到心情，一定話仆街啦咁樣啊，咁先表達個心情啊！佢發現哇唔係啊嘛，佢話唔得喎，
唔得喎。跟住唔好搞，全世界放低佢，將個數碼相機全部放低佢。OK， 即係好似有個阿婆咁啊，放低個阿婆咁樣，放低個阿婆，你明白 ？OK， 跟住佢哋叫所有部門全部都唔好搞，因為點解啊？因為如果搞數碼嘅話咧，將會咁菲林邊個買啊？冇人買啊！頭先個相機咁點啊？係咪我用啊？係嘛？個 CEO 話你咪冇嘢啊？係咪我同你兩個影相啊？係咪你影我，我影你啊？大佬點影晒全世界咁多菲林啊？係咪？咁於是乎唔搞，終於結果係點啊？大家知道，你唔搞，終於你唔使搞啦，真係嘅。終於呢間公司終於而家冇得搞，倒閉啦，是啦。所以點樣去如何面對轉變同埋困難啊 ？OK， 從來記住我哋講，我哋永遠，我唔知而家呢個咩時代。我頭先講咗，我話我形容係超白熱化嘅大時代。如果你唔係 get ready， 轉變同埋困難，隨時可以係記住柯達係全世界1/3嘅生意，係大到離晒譜啊！點樣面對轉變同困難？我梗係唔怕啦。知唔知點解唔怕？你哋有冇邊個係驚鬼嘅？有冇邊個有陰陽眼喺度？你咪又係你啊？你望住我咁樣，我幾驚，我幾驚，我連呢條你都答我，係我就好驚啊！有冇邊個你有陰陽眼㗎？冇個位㗎，OK？我有個朋友咧，男仔嚟嘅。我同佢食咗一次飯之後咧，我永世我冇再見佢啦。因為我呢個 friend 佢有陰陽眼嘅，係啊。跟住咧，我同佢食飯啦，傾偈啦。跟住咧，佢話係啊，有一次咧 Derek 我有另一個朋友食飯。咁跟住咧，咁啊食一飯咧，我靜咗，跟住咧，咁我 friend 坐對面，佢問我做咩事靜咗，跟住我因為喺你隔離有個人坐喺度咁樣，跟住我俾嚇到死咗。跟住咧，咁我呢個朋友同我講翻呢件事。係啦，跟住我就OK。有咩化解佢嘅嘛？我唔知，我點樣化解我唔知。但咪當時我靜咗，咁啊幾好喎，OK 喎，OK 喎都 OK 喎。好啦，我哋不如嗱先食埋啲嘢啦，好嘛？嗱呢餐飯當我請，嗱當我唔着啦嘛，係咪？當我唔着 OK 係啦，下次冇咩唔好再打俾我啦 OK。佢唔驚鬼嘅，佢唔驚鬼，佢梗係唔驚啦。點解啊？點解可以唔驚轉變同埋唔驚困難啊？因為當你如果有一條友佢有陰陽眼嘅時候，你咪驚咩鬼啊？我每日都見到鬼啊 ！OK， 佢同我並存啊，我點會驚啊？所以如果同事們，我哋明白，我哋根本上我哋無論咩時代都好，我哋同個困難、同個轉變、同個逆境 ，every day 都陰陽眼緊。我點會驚啊？你明白？所以我個 friend 好冷靜，我幾驚佢當時要同我講啊 Terry， 不如我哋係你隔離嗰度啊，係啦，嗱小芬你唔好做假哥哥啦，小芬啊，唔好係啦，我幾驚佢第一個咁同我講。幸運同機會，同事們我哋係創造出嚟嘅 ，OK？ 有啲人嘅話，要需要啲幸運嘅元素，幸運係創造出嚟，點解啊？好多時候 ，OK， 有一個ready buyer， 甚至乎係一個有錢嘅 buyer， 佢最後尾佢會同你買到順暢添，但係往往好多時你諗翻轉頭，係因為你主動出擊，甚至乎你主動製造個機會，嗰個機會唔應該係你，唔應該你出現喺嗰度，你製造 ，OK， 然後你出現，仲主動走去邀約佢，喂，咁前邊呢啲就唔係叫幸運噶咯喎。啱唔啱？即係話你行出街係嘛？即係好似頭先今朝早係嘛 ？Eric 佢收到500蚊都唔係幸運啦，係嘛？幸運嘅係Derek 佢攞500蚊出嚟，唔幸運嘅係佢嗰條問題佢識答，佢有準備，跟住佢又舉手，佢又唔怕魚，唔驚萬一如果答錯咗會好囉。呢個就唔係幸運，呢個100%係創造出嚟，同我哋做生意一模一樣。到後尾好容易嗰件事出現，其實前段嗰度一啲都唔容易。講兩個故事俾大家聽下。
我有個老友，佢係喺某一間地產公司嘅總監。佢一次佢同我分享佢嘅老闆一間地產公司嘅 CEO 傾成以一單生意嘅過程係點樣傾翻嚟？佢話有一次佢話 Derek，佢話我嘅 CEO 咧就有一次咧就去揾有個客 A 君。咁個 A 君咧咁樣佢就叫做阿 Sam，OK 咁啊阿陳總阿 Sam Chan，咁啊老闆就去到 reception 咯喎，間公司度同個秘書講我約咗咧就係阿 Sam Chan 咁樣。咁跟住咧咁啊個秘書就話冇喎，冇你 appointment 喎，同埋老闆而家開緊會喎，冇理由會約今日噶嘛，晏4點半上嚟公司嘅喎 ，OK， 冇真係冇喎。唔緊要啦，我都上到嚟啦，咁講啦，我等佢啦咁樣。咁跟住話咁啊，但係而家老闆開緊會喎，唔緊要啦，我等佢啦，我自己病埋邊得㗎啦，冇啦，我話等佢啦。出咗嚟之後，開完會啦喎，好啦，阿 Sam Chan 出到嚟啦喎，喂，今日我約咗你咩？哇係啊，約咗我啊嘛，咁樣邊有啊咁樣，跟住諗下，哎呀頂，原來唔係呢個 Sam Chan， 佢約咗另一個 Sam Chan， 真事啊嗱，真事啊。不過佢話點樣嚟到啦？咁啊，不如都講下啦。佢話其實咧，喂，陳總啊，其實近排咧有個盤咧 OK 嘅喎。咁咧就咩邊度嘅？一賣幾多幾多錢 ？OK 嘅喎，睇下你有冇機會睇下咁樣。結果 Sam Chan 佢冇買，不過佢同佢講：喂，我有個 friend 咧，佢可能有興趣喎。嗱，我話冇啦。喂，如果你有興趣，我介紹下邊個俾你識啊？好喎。結果個 friend 真係買咗，咁呢個係咩啊？真實案例嚟喎，呢個係幸運？唔知啊，有幸運成分係嘛？因為都係真係咁啱有個 friend 係嘛？但係前段係點啊？喂，有陣時候咧，你去到嗰度係嘛？喂，原來搞錯咗，走㗎啦，嗰個人會係嘛？但佢唔係啊，佢話掂都去到啦，咁不如講啦，可能佢會買咧。結果佢冇買，佢話有個 friend 有可能會買。有陣時就係咁奇怪。我一班上海朋友而家好多開始建立咗我自己嘅市場。我係由舊年4月份我先開始上去上海碰機會嘅啫。當時我前年我好想發展內地嘅市場，特別係一啲比較有質素嘅市場。前年我去福建。去咗好多次，冇咩生意翻。咁舊年我想轉戰下上海，但係我諗緊我係冇人喺上邊，我係想試下做。咁跟住咧，咁我就決定買張機票，訂咗43夜嘅酒店 ，OK， 一個人都唔識。咁我諗住咧，我就去到當地咧，就想辦法識啲當地嘅人。因為點解咧？因為以前我喺Melbourne 讀書，喺澳洲咧嗰啲鬼佬咧好無聊啊！佢搭車嘅時候咧，佢哋會點咧？佢哋會咧就會同你傾偈喎，佢哋會短嗰程車咧半粒鐘咧，佢哋會將佢成個身世同你講晒嘅喎，係啊，即係佢以前咧結過4次婚啊，咁啊第二個老婆後尾又死咗啊，咁但係跟住後尾個仔咧又出嚟咧又跟住唔知點樣啊咁，即係佢係啊咁啊，你落車就心關我咩事？你明嘛？佢哋好興嘅喎，但係咧我諗起呢個片段啦，原來識朋友就係咁簡單嘅啫，坐你對面嗰人咧，你張開口你跟他說話，你就有機會。就跟他去搭訕，所以我從來我是不會擔心我在一個陌生的市場裡面，我是認識不到朋友，我從來不認識，從來不擔心。你在什麼的市場，我在那邊，我就可以認識新的朋友。你張開口，你主動，你去問，你就可以找到機會。所以我那一次我買了機票，我就沒有一個朋友在上面，在上海。然後呢，我就發在小紅書，發在那個 WeChat。然後呢，我說上海朋友們，我過來啦 ，OK。然後根本一個 friend 都冇，我都黐線，只同自己講嘢咁咋，你明嘛？所有朋友一我嚟啦，咁一個 friend 都冇，黐線。呢條友係有啲問題啊，因為跟住，哇咁都有掌聲啊？唔係嘛？冇朋友都有掌聲。我哋唔講掌聲嘅，攞翻500蚊嚟先，攞翻500蚊。喺佢又話唔係你又話佢。OK，咁跟住咧。竟然有一個人，佢就 send 個 message 俾我。誒，劉總，你過來上海嗎？要不然我們見個面。好啊，我本來我真沒有事做，反正我心裏諗，我心裏面在想，你約我什麼時候都行。
你这如果早餐、午饭、晚上我都行，反正我是没有事做，对不对？然后我看啊，他是谁？这个是谁？啊，我是 Johnny 啊！我心諗 Who the fuck is Johnny？ 佢諗嚟諗去，邊鬼個 Johnny 啊？跟住我睇翻我哋上一次通話記錄，頂，原來19年，唔怪之我唔記得佢啦，你明白 ？OK， 幾年冇見過，咁跟住再睇翻相，邊個嚟啊？原來他是那個時候，他是帶團來我的團隊，做那個實習，做了1個禮拜，他帶50多個學生，對山東來的，來我的團隊實習1個禮拜，他是那個老師 ，OK， 跟住佢就哦，佢又好熱情喎，佢又話誒，咁不如出嚟飲嘢啦，好啊 ，OK， 跟住同佢見翻面，然後呢見面之後呢，他就說誒，今晚我有個飯局，你去唔去啊？咁樣。梗係去啦！我就說我你願什麼時候都行，早餐、午飯、晚飯都行。但你記住你扮忙啊嘛。我看一下啊。現在晚上你幾點鐘？6點半應該行。要咩介紹嘅？冇嘢做條友 ，OK。跟住咁我去到，哇！我一到那餐廳，15個位置，15個位置。我一數一數，哇咁多人，跟住啱晒 ，OK， 跟住重點仲要係咧，那個請客那個朋友，他叫 Roger， 然後呢，原來那個15個朋友啊，他只是認識2-3位，其他都是朋友帶來的朋友。咁我嗰晚咧就一次過識晒15個朋友，全部突然之間我一夜致富，我現在哇好多朋友。然後呢，現在我每一次我去上海，我都是找有些 Roger， 有些是 Johnny， 有些時候我是直接就是跟他那一桌10多位的朋友自己見面，從他們再介紹其他朋友。所以現在我在上海好多朋友，所以機會同幸運100%同事們係自己創造出嚟嘅。OK， 加油！記住呢個説話，下一次 OK， 下一次問你今個月你想做幾多目標，你唔好話我希望做幾多，因為 hope is not a strategy，OK， 唔係希望做幾多目標，係今個月我決定做幾多目標 ，OK， 兩樣嘢係有分別嘅。你希望 hope is not a strategy， 係決定做幾多，決定同 hope 同希望。個分別就係決定係有 action 嘅，係有 action 嘅，係我決定，係我 commit 我要做幾多。同時間記住喺你仲諗緊猶豫嘅時候，有啲人已經綁好晒鞋帶準備出去跑啦，跑完翻嚟你仲諗緊 ，OK？ 所以喺個市場上邊唔好猶豫，好多人係做嘢好快手 ，OK？ 佢加入呢個行業，記住。而家好多人，而且係唔係泛泛之輩 ，OK， 所以唔好猶豫。呢句説話係我嘅團隊嘅座右銘。It's not how good you are, it's how good you want to be。唔係你本來有幾好啊，係你希望有幾好啊。你本來有幾好唔重要啊，冇人想知係嘛？我打出嚟做嘢，你邊度大學，你咩身世、咩身份，重要咩？唔重要啊。你見個客戶唔通會因為你邊間名牌大學，你係讀 PhD 你讀 Master 佢加入，跟住佢同你買，完全唔重要。英雄莫問出處，啱啱？仲有一個唔覺意，你嘅身世如果係越平凡嘅，越好 sell， 越好 sell。OK， 因為往往一個平凡嘅故事，佢先至會容易有一個哇，人哋對你一個欽佩，一個高低。哦，原來我老豆李嘉誠嚟嘅，人哋硬係覺得咧，你好似容易啲嘅，所以先話喎，你嘅身世越平凡越好。當你嗰張卡片越多嘢嘅時候，你越要顯得 humble，OK， 抹咗佢，掉咗佢 ，OK。個客戶，我啲客戶經常佢都問我，阿 Derek， 你做出嚟見客㗎？我當然有啦。我每日我有4個工作，第一工作。我見客戶，因為我做咗22年，好多客戶跟咗我好多年。OK， 我唔想放啲客飛機。當日我 Derek， 我一句説話，我講咗呢張單，我會做，我會跟，
我説話就係説話，我話咗跟我就會跟。OK， 唔係今日你做咗幾多年，你係乜嘢嘅階級，所以放心，呢張單得一個情況我跟唔到，就係我俾你早死。係，咁你好有型，你嘅眼神望住佢，我説話就係説話咁樣，哇，呢啲不得了。咁我嚇佢當然嚇咁樣，哇！佢係嘛？佢即係佢唔夠膽大你啦，係嘛？我話第二樣嘢，而家我 everyday 都做嘅，我做招募，我做training，OK？呢啲係我繼續做嘅。我希望我將我嘅經驗，我能夠分享俾自己嘅同事、其他嘅同事，希望將佢分享。呢個係我第二個工作，就係 training 同埋做 recruitment。我第三個工作，做個總監，同公司好多唔同嘅部門，OK？department 嘅 head 去溝通 ，OK？ 去對接。因為嗰張單批唔批到，快唔快，做唔做到，好多時就睇呢樣嘢 connection。並且除咗公司內部之外，公司外部同好多唔同嘅組織、唔同嘅 parties，OK？ 哇，嗰啲咩投資移民啊、教育講座啊，唔同嘅人，OK？ 最後第四，拍片幫自己、幫個團隊去做 marketing、做 promotion，OK？If you don't promote yourself, no one does。我想清楚話俾你聽 ，AIA 係 promote AIA，AIA 唔係 promote 你，你要搞清楚。You are the only one to promote you yourself， 啱唔啱？咁所以我每日工作有4樣嘢 ，OK？ 5年做15年嘅事，聽落去啊，都覺得係啊，係嘛？呢一個行業今時今日咧，真係5年做15年嘅事 ，OK？ 俾心機喺呢個大時代啦，呢張嘢真係要影低佢啦。得閒咧攞出嚟做 wallpaper， 係嘛？摸下自己，係嘛？喺出邊好多嘅朋友喺佢哋嘅行業，講真句，佢哋都經過唔同嘅困難。OK， 我哋呢個行業當然有我哋嘅難處，但係同時間機會處處，係嘛？客戶嘅需求好大，所以我哋絕對係5年做15年嘅事。呢個問題咧就應該交俾 Shirley 答嘅，點樣做高淨值客戶係嘛 ？OK。唉，不過係嘛？阿 Shirley 佢話：誒 ，Derek 你答，我最聽 Shirley 講啦，係啦，係啦。高淨值客戶有3樣嘢，佢會因為3樣嘢而去買。第一，首先你本人你嘅喜歡價值先。如果你係經常你都係好 price sensitive 咧，係難啲嘅，係難啲嘅。OK， 所以你自己咧都你會中意一啲咧高淨值嘅嘢，你中意享受。OK， 中意啲 valuable 嘅嘢。OK， 如果你係咁樣嘅思維咧，你會容易啲去傾高淨值嘅，呢個真事嚟嘅，係啦。咁啊，客戶先至能夠對準噶嘛，係咪？第二，除咗你自己都中意啲價值嘅嘢之外，第二，我哋揾到客戶嘅痛點。OK， 唔好講一大輪之後，你淨係喺度講個 product， 講個產品，產品唔重要，係個產品點樣 fit in 嗰個人嘅痛點。而家產品太勁到離晒譜，冇咩多，功能多，係嘛？唔使咁多，你揾到1、2個痛點，對準發大嚟講就得啦。最後同客戶呢個好重要，平起平坐。OK， 出到去嘅時候，我哋有一種氣場。OK， 就算你今日係新同事 ，OK， 就算你今日唔係咗好耐，年資經驗唔係好多，唔緊要。千祈唔好妄自菲薄，你就係呢個行業嘅專業人士，你就係專家。所以同客戶，就算佢好有錢都好，唔好擔心，你同佢平起平坐，因為你係專業嘅。睇下呢一條片，睇下佢作為 Amex，OK， 愛馬仕嘅 CEO， 佢點樣俾個記者佢 challenge 佢，佢話你個牌子，你覺得你啲嘢好鬼貴啊咁樣。你睇佢點樣答好嘛 ？OK。Costly. It's not expensive. It's costly. What's the difference? The cost is the actual price of making an object properly with the required level of attention so that you have an object of quality. Expensive is a product which is not delivering what it's supposed to deliver, but you've paid quite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for it, and then it betrays you. That's expensive. We're about craft. We're not machines. 呢個問題好難答喎。佢問佢話：喂，你哋愛馬仕呢個牌子咧，你覺得你係咪好貴？佢話我哋嘅牌子係 costly， 唔係 expensive。喂，玩嘢啊，有咩分別啊 ？OK， 係嘛？佢話 expensive 係嗰樣嘢
佢唔值得呢個價錢，而佢賣一個好高昂嘅價格，嗰個叫 expensive， 叫昂貴。佢話我哋係叫做矜貴，係我哋真係喺個過程入邊，我哋 deliver 到嗰個品質。OK， 我哋係 costly， 我哋值錢嘅，係矜貴。所以一個 CEO， 佢往往佢點樣睇嗰樣嘢好重要。我哋一齊快速睇下以下呢幾樣嘢，一定要影低佢。價錢同價值，咩客戶都好 ，OK， 我哋 deliver 嘅唔係價錢，唔好再講價錢，係講下價值 ，OK， 係嗰樣嘢對佢嚟講有啲乜嘢重要性，個價值喺邊度？嗱，我哋好快嘅喎 ，OK， 影完就你啦喎，好，跟住睇下呢個品牌先 ，Piaget 係嘛？我哋集中嗰個我哋嘅焦點唔係個靚女先，好唔好？我哋睇隔離嗰個字先。佢哋個品牌嘅價值係咩啊 ？Perfection in life。OK， 佢哋點解能夠買一個高昂嘅一樣嘢啊？係因為佢哋追求係完美啊！如果佢哋自己都覺得嗰樣嘢好貴嘅，哇！你冇嘢啊，話你買個珠寶咁鬼貴啊，咁你賣唔出㗎啦。佢哋認為咩啊？認為我哋追求完美嘅 perfection。另外品牌下邊 Cartier， 佢話咩啊 ？Arts of being unique。哇！我哋係賣特別嘢㗎，係獨特性㗎，係甚至乎係獨一無二㗎。我哋追求呢一種藝術。你點樣定位係好重要。If you don't respect yourself, no one does。冇人會 respect 你，係你 respect 自己。係今日究竟你做啲乜嘢嘢？我哋你影埋先啦，好 OK， 好。我哋晏啲再翻嚟下咩嘢啊？曾經喺呢本書《Starbucks Experience》入邊訪問 Starbucks 嘅 CEO，OK， 佢話佢講出以下呢句豪言啊，好有型呢句説話。佢話乜嘢啊？我哋 Starbucks 就算一日唔賣咖啡都得嘅，我哋賣環境。因為有啲人佢話因為你啲咖啡咁鬼渣咁嘅咖啡攞出嚟賣咁，搞到賣幾廿蚊杯冇嘢啊你！我哋唔係賣咖啡嘅，我哋 Starbucks 係賣環境嘅，幾有型係嘛？我哋唔係賣保單㗎，我哋賣資產管理，幾有型係嘛？影埋先啦你。我哋唔係做 sales 嘅，係嘛？我哋做 consultant， 係嘛？我哋唔係賣嘢啊，我哋係 consult 緊，係俾一個專業嘅知識。OK， 我哋唔係 sell a plan 嘅，我哋係俾嘅一個 solution。我哋係提供方案。OK， 我哋提供解決方法。我哋係財富嘅規劃師，係客戶嘅財產嘅保障人。你點樣睇你自己？點樣 regard？How you see yourself is everything。唔係客戶點睇你，係 how you see yourself。所以百雀珠寶嗰個 CEO 有一次我真係問佢，佢識好多一啲賣好貴嘅珠寶俾啲人。佢話佢每一次賣一啲好昂貴嘅珠寶俾你嘅時候，我話你有冇心魔咁樣？我話冇。佢話因為嗰樣嘢，佢嗰個人佢買完之後，佢戴上去，哇！佢自己佢嗰個女士戴完之後，哇！嗰個眼發光啊 ！OK， 佢自己都信心都好似哇！你明白？都高咗2寸咁啊，大佬！佢當堂自己都 high 咗，所以佢話佢每一次佢能夠做到呢件事情，佢自己好開心。佢 deliver 到呢一個嘅 quality， 所以一樣係嘛？我哋每一次我哋能夠有一張嘅保單 ，no matter 係一個儲蓄，係一個 saving， 定還是各樣嘢，因為人壽保障賣完之後，你諗清楚佢背後我哋 deliver 緊乜嘢嘅 value。如果嗰張係保單嚟嘅話，我哋係保障緊嗰個家庭啊，我哋係佢哋嘅財產嘅保障人。我從來冇見過投資工具，佢嘅回報係咁勁。係可以立即匿埋有7倍10倍
那我回答，我從來我沒有見過，我從來我沒有見過。當一個人有事，他走的時候，那個保險金，他是1個禮拜10天之內就可以賠償到給他的家人。銀行係落雨收遮，我哋永遠都係喺嗰個人佢最有需要嘅時候，我哋係出手係幫手嘅人，啱唔啱啊？呢個就係你點樣睇你自己。We change people's lives. We do. We change people's lives. 每一次賣我張單之後，你能夠改變嗰個人同埋佢嘅家庭、佢嘅生活。最後幾個錦囊好嗎？好。OK。第一，你要非常努力先可以睇起嚟毫不費吹灰之力。真嘅，係咪 ？OK。啊，每一次啊，你嘅客戶同你講，哇，我覺得你做得好輕鬆啊 ，OK。唉，你接埋衫袖係嘛？捲你個衫袖成頭汗嘅時候，我有同你講咩？啱啊，係咪？又話你知係咪？所以你必須要好努力，你先可以睇起嚟毫不費吹灰之力。第二，每一個年代記住，同事們都有佢獨特性。有啲人佢問啊，你覺得而家呢個行業難唔難做？而家呢個年代難唔難買樓？係啊，上一代就好易買樓嘅，係啊，呢啲黐線喺度，係嘛？我03年嘅時候有一個報紙嘅標題咁講，嗰報紙標題咧好嘩眾取寵嚇死人。佢話：當醫生也買不到房子，做醫生都買唔到樓。佢想講啊，即係而家啲人咧出到嚟啊，好難買樓啊。OK， 係啊，所以話做醫生都買唔到樓啊。係啊，佢就話而家好難買樓，因為而家好難。係啦。跟住我就講，我話係啊，上一代於是者就個好易買樓㗎，佢都係啊，又唔見我話有幾廿層樓，你明嘛？如果係啊，我富二代、富三代啦，係咪？我唔使做啦，係咪先？咁即係唔係咯？每一個年代都有自己優勢嘅。而家有咩優勢啊？喂，大佬，而家我哋個個都係專才嚟嘅喎，撳個掣係咪 ？AI 佢能幫你做晒所有嘢。你嗰個客戶佢係內地人冇問題，你唔識講國語 OK。你英文唔叻唔緊要，即時翻譯係咪？喂，買副眼鏡即刻同佢講日文仲得啊！喂，我認真，我真係話，而家呢個每一個年代都有佢自己嘅優勢，係你有冇發現到？係你有冇把握到？你有冇用到？定還是淨係坐喺度淨係 complain？哦，而家啲樓好貴，哦，而家呢個行業好多人做，哎呀好多對手，係咪？哇，啲人好勁，咁你咧？唔勁都可以 sell 啊！頭先我話，你明嘛？唔勁都可以 sell 啊！你唔好一定以為勁都先可以 sell 啊！你又同佢講，你話係啊，就係因為我出身好清貧，我入到嚟我冇嘢怕㗎，係咪？我入到嚟呢度，我係決定咗、註定咗我要成功啊！哇！你咁講呢啲説話咧，冇人 challenge 到你。第三 ，OK， 如果嗰件事你認為真係好重要，重要到10年後都要好重要，咁真係好重要。咁即係點啊？如果嗰件事倒翻轉，你諗真啲，10年後唔重要嘅，你今日諗都無謂，擔心無謂，哀傷都無謂，傷心無謂。有好多人佢個情緒好唔穩定。OK， 我失戀啊，唔開心，唔做啊。屋企人有病啊，唔做啊。跟住咧就自己有病啊，唔做啦。跟住隔離嗰條友有病啊，唔做啦。黐鬼線，你乜鬼嘢都唔做，你低能嘅，你黐鬼線。你翻屋企等消息啊你。如果嗰件事你10年後都仲覺得好重要，咁啊真係重要。你今日你嗰個女朋友同你分咗手，你都黐線嘅。10年後啊，你大佬你揾咗另一個啦，啱唔啱啊？生埋添啦，係咪？啱唔啱 Maggie 係嘛？你10年嚟啊，你都轉咗幾廿個男朋友啦，係咪先？係咪先？唔止我唔止啊！佢話唔止10幾個，唔止，我真係唔止啊！係啦，係嘛？你估我唔知你係咪咧？係咪先係嘛 ？OK， 講笑話。最後，世界上最可怕嘅嘢，唔係你唔夠努力啊，而係一啲好有能力嘅人依然好鬼努力，比你聰明嘅人更加勤奮，係嘛？你當你面對有啲好鬼勁嘅人嘅時候，你跟住你嘅心裏諗，哇！你再唔快啲做多少少，你仲唔係翻屋企等消息？你明唔明啊 ？OK， 仲記唔記得頭先
最高票房嗰幾套戲係邊幾套戲話？咩破地獄係嘛？邊個做嘅咧？喂，邊個做啊？黃子華。毒舌大狀邊個做啊？又係黃子華。飯氣攻心邊個做啊？有黃子華。乜鬼嘢黃子華？咁唔好意思啊，我介紹一個曾經做演藝行業就死一個演員俾你認識，佢就死。當時佢曾經佢想唔撈，想唔做啦。所以如果你認為黃子華好勁嘅話咧，你睇下佢以下呢一個嘅片段，睇下呢個演員邊一個？嚟自喺好多年前智雲飯局。你一路做棟篤笑都一個唔做嘅，咁呢個無情權喺95年就慢慢張達明佢一齊做咗。其實95年嗰陣時，因為係我做咗好似3個棟篤笑，咁當時我自己覺得，其實我哋香港我叫棟篤笑啦，我哋國內叫呢個表演叫相聲啦，咁傳統嘅相聲都係2個人做。咁我覺得，既然我喺香港開始咗相聲，我亦都要第一個人做埋2個人嘅相聲，所以就揾埋嗰陣時係達明冇人識㗎。咁但係因為我以前我喺港台拍過套劇，我揾咗佢做演員，咁我覺得幾得意嘅喎，呢個人又係可以讀得巧，又有表演嘅才華啦，所以揾咗佢合作。但係做完嗰個之後咧，就紅咗佢喎，大家都認識咗佢。沉痛啊！真係對我嚟講。點解唔做佢唔緊要啊？而係當時咧就已經有人因為張達明嘅出現咧，就話黃子華已經唔識做棟篤笑，而家係張達明先識做棟篤笑。我記得我瞓喺自己嗰陣時住喺清水灣度，我瞓喺張床度，真係嗰晚由日頭瞓到夜晚，玩完㗎。我點解嚟得咁快嘅玩完㗎？我啱啱都幾好㗎，做呢個 show 雙打機，你忽然間玩完嘅，我會就係玩完，人人話你玩完，即係當啲朋友對住你。上咗畫之後咧，得10幾萬嘅票房，10幾萬喎。嗰套戲咧叫《1蚊雞保鏢》啊，係啊，其實聽個名都知道唔係好老禮，知嘛？我都唔好明咩戲嚟，聽個名都知唔好睇啦，係嘛？1蚊雞保鏢，我查翻個記錄係10幾萬嘅票房。當時你聽到佢講啦，係嘛？咁我唔重複啦。捧紅咗係嘛？張達明自己又撈唔掂，拍啲戲出嚟之後咧，10幾萬票房係嘛？10幾萬票房，食飯盒都唔止啊！大佬佢成個劇組啲人係嘛 ？OK， 即係輸咗趴喺度啦。被譽為係票房毒藥，但係頭先我哋話喺香港今時今日最賣得嘅嗰3部電影，全部都係黃子華。究竟一個人得定係唔得係嘛？係小時代定係大時代係自己決定。最後一句説話，我喺呢度送俾大家，係劉德華先生喺幾年前喺有一個嘅發佈會，佢幫華為做個發佈會，上面佢嘅主題就係以下呢句説話：我們不是天生非凡，是敢於非凡。OK， 所以同事們預祝你所有同事 OK， 你無論你係點樣都好加入呢個行業之後咧，我哋將佢定一個高嘅目標。我哋唔係因為天生非凡，係敢於非凡。OK， 再一次希望所有同事，無論係高飛天定係年尾，我哋生意興隆，身體健康。OK， 你有啲咩你揾我啦。OK，再見。